是乐乐，爱听我的频道哦。搁较悬淡薄啊，细字。阿姊，你看，这是我的超级无敌悬大楼。哇，乐乐，这栋大楼有影足悬呢，甲我顶届去的台北101同款悬悬闪闪呢。阿姊，台北101敢是真悬的大楼？是啊，伊是台湾上悬的大楼哦。你看，哦，那安尼我要爬楼梯去哩，我上介意爬楼梯啊！啦啦啦啦啦，我介意爬楼梯。啦啦啦，我介意爬楼梯。啊，阿姊，咱敢要到位啊？也袂咧，你才爬5层楼。啥？那安尼我毋着阁有80几楼爱爬？乐乐毋免烦恼，有超高速电梯，咱会用个轻轻松松为大楼的5楼到89楼的观景台哦。哇，足紧呢！我会耳啊！乐乐，跟我做伙吞喙呢，安尼会当减轻耳仔的压力哦。啊，好真济啊！乐乐，咱到89楼啊！厝拢变较足细。阿姊，迄个桥顶的车，敢若我耍的模型车，车路足济车咧等车行顶呢，足细台的车。迄个学校阁有一点，有小点咧震动。啊，是小朋友伫运动场。原来伫空中飞的鸟啊，看咱是足细。乐乐，伫台北101顶面看到的风景真无共好。对啊，阿姊，台北101有偌悬啊 ？Hello， 乐乐，我是今仔日的导览员，互我来甲你解答。台北101有508公尺悬，是人类历史上头一个超过500公尺的大楼哦。差不多有500个乐乐合起来才悬。500个这悬？无毋对，台北101伫2004年到2010年做过5档的世界第1悬大楼，而且伊的外形嘛非常特别。乐乐，你感觉伊的外形亲像啥？1. 好啊。2. 自下档。3. 竹仔。答案是竹仔。是安怎要唱竹仔咧？若是我，就会用金蕉的造型，金蕉嘛长长啊。竹仔伫东方有种栽的意思，一节一节嘛，互人看作是节节高升。你看，台北101用8层楼做一斗，拢总有8斗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有影呢。8伫华语嘛有发甲事事如意的意思哦。乐乐，你看，下骹阁绑一个高水的铜钱，是象征财源滚滚哦。不过台北的101会当徛到遮在，幕后是有一个重要工程哦。行，乐乐，我带你去看。好啊，嘿嘿嘿。乐乐，你看，这就是台北101的幕后重要工程。顶楼之宝，嘛是世界上大的风景仔球哦！哇，足大粒的金球，甲我顶届伫天文馆看到的金星足像的。你讲伊是风景仔球？是风景仔球啦。乐乐，我甲你考一个，是安怎风景仔球遮重要呢？1. 伊是国外送予台湾的装塔。2. 伊是限量的黄金宝藏。3. 伊会当稳定高楼建筑。答案是3. 伊会当稳定高楼建筑。拄着强风，予台北101海顶动的时，风景仔球就会对颠倒平海，降低大楼海顶动的程度，维持平衡。
安尼伫大楼内底的人就袂遐尼无爽快啊。风景仔球看起来又够大又够重。乐乐，你感觉陆地上上重的动物是啥？是枪。我顶届有去看枪，枪已经真重啊，对无？那安尼，你感觉这个风景仔球伊的重量有偌重？应该甲枪同款重。伊差不多是132只枪的重量哦。风景仔球伊的身悬咧，大概甲5个乐乐同款悬哦。风景仔球真厉害，真水，甲一般传统藏起来看无的扩香系统真无共款哦。乐乐，你看上远的所在，拢是山对无？有影呢，拢是青色的山。台北的周围互足侪山围绕咧，所以互人叫做盆地。咱向前看，头前有一条重要的河，是淡水河哦。台北的发展就是淡水河开始产生的。刷落来，咱看上远的山，山顶面有看到真侪细间厝无？我看卖，有呢，迄是啥物所在啊？遐是南口大地，阁互人叫做空中之城。刷落来，咱对南口大地往淡水河的方向看，敢有看到一栋悬悬、厝尾顶尖尖的大楼？有呢，迄栋大楼特别悬。迄是台北第3高的大楼，是新光三越。新光三越正手边有一个红色的中式建筑，迄是台北车头哦。行，咱即马来去北边。有飞行机！哇，乐乐足好运呢！迄是松山机场，是台湾头一个机场。咱往机场正手边看过去，是毋是嘛有看到一条弯弯翘翘的河？这条是淡水河的好朋友，伊叫做家人河哦。阿姊，这有一只足大只的太空船。乐乐讲的是大鸡蛋。伫大鸡蛋的后壁，阁有一个小鸡蛋，你敢有找到？有，我找到啊！大鸡蛋的头前，阁有一间真特别的厝，迄是国父纪念馆，是纪念咱的国父孙中山先生的。再阁有一个嘛真特别的建筑物。乐乐，你看咱下骹有一个建筑物，厝尾顶有一个英文字 H， 你有看卖？这个 H 是咧创啥的？小朋友，这题敢若有淡薄困难，你甲乐乐斗想看卖是安怎爱有 H？ 1. 这栋大楼的名叫 H。2. 这是停直升机的所在。3. 其实毋是 H， 是工人的工。答案是 2. 这是停直升机的所在哦。因为直升机的英文是 helicopter。所以，就用英文名的头一个字母 H 来做标示。照镜看更较清楚。耶嘿，我伫天顶飞。乐乐，咱即马去东边咯。即马爱请你找看卖，这个银幕内底敢有一只在困的动物？我看卖哦，这敢若是。你看，这是伊长长的鼻仔，是啥物动物鼻仔长长的？是一只象，对无？是一只象咧困。无毋对，乐乐足够的。这是一只长咧困的象，这是树山哦。行，咱去塘仔边看伊秘伫啥物所在。我找着你啊！嘿嘿嘿嘿。乐乐，你敢会记得咱拄则伫西边讲到的新光三越？有，我会记得，悬悬尖尖迄个。新光三越是台北第3高的大楼。咱即马看窗仔外，甲我斗找看卖，这敢有台北第2高的大楼？敢是头前这个悬悬的大楼？
无毋对，伊是南山大楼，是台北市目前第2悬的大楼哦。这2栋大楼拢甲台北101同款，下骹是卖场，顶面是办公室哦。行，咱去上尾的南平。乐乐，咱即马来到南平啊！你敢有发现南平较少大楼？对呢，是安怎？因为南平是离淡水河上远的区域，所以才会发展较慢。大部分拢也是较矮的厝为主。不过，若是乐乐的视力有够好，才阁会当看到坐稳甲遥控缆车哦。伫倒啊？伫倒位？伤远啊，我看无。哈，敢是迄？若是天气好，阁会当行起哩。嘿嘿，我想要去看卖。乐乐，今日顶头拄好咧落雨，91楼无开放，咱转去89楼的观景台好啊。足可惜的呢。阿姊，即马徛伫台北101顶头，我感觉我就亲像是巨人，台北市变较足细足细，大家拢看会到我，甲我翕相。台北101是台湾真重要、真有名的景点。除了因为伊真悬以外，伫特别时阵的顶墙，阁有当年的跨年烟火，互全世界拢熟悉台湾。哇，足水的呢！阿姊，台北101伤特别啦，超高速电梯会当轻松到89楼，风景阿球会当稳定大楼降低海的程度，对观景台会当熟悉台北市。我后届要带爸爸妈妈，阁有心心、琪琪、空空做伙来。因一定嘛会真介意遮。小朋友，你嘛跟我做伙来101佚佗。欢迎恁家伫台北101翕的相片，也来乐乐陪享，甲我分享哦。再会！多谢你的收看。如果你介意我，介意小行星，即阵乐乐 TV 有专属的优惠哦。订小行星杂志，你就通看到更较侪阮的故事。通到资讯栏看更较侪资讯，嘛莫袂记你爱订我的频道哦。哈哈哈哈。